退了。吃龙虾？谁让你吃龙虾了啊？是他让我吃的。依恋，依恋，天呐！哎，张老师回来了。哎，来，哎呦，好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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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问问你，想不想我呀？想想我什么呀？想你的脑袋，为什么想我脑袋呀？因为我饿了。呵，这都什么逻辑啊？幼儿园的饭不好吃吗？不是不好吃，是因为我饿得快。饿得快，咱吃去，走，跟老师说再见。张老师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哎，对了，就是这家。依恋，还记得咱们吃饭的约法3章吗？第一，不准吃油炸食品。第二，不准吃糖人、糖卷、含高糖的食物。第三呢？什么呀？不准吃龙虾。走吧。吃饭还有这么多要求呢？给我看看，给我看看。给你看，给你看，来，给你看，给你看。来啊，这有铁板田鸡啊，这是铁板牛肉，铁板鲍鱼茄盒，铁板黄鳝，铁板猪杂你可吃不了。哎，你们先点着，我先出去一趟。依恋乖乖的啊。哎，不是，那给你点什么呀？行，不管它了。这门还有呢，来，这门还有。这个，依然说了不让你吃龙虾。为什么嘛？是啊，那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啊？是不是吃多了龙虾也会变成龙虾？要是变成龙虾，我也不吃了。你在这里乱翻什么呢？老板，这里所有的报纸都帮我来一份。天乐，干嘛呀？痒。痒你挠挠啊！天乐。哎呦，你这身上起的什么呀？这是啊？我看看。哦，这是过敏啊！赶紧去医院看一下，吃点抗过敏的药就没事了。这真的假的呀？真的，赶紧去。孩子痒，老破了皮会留疤的。哦，好嘞。哎呦，别闹，走了，走。宝贝儿，咱别挠了啊！10年之后你就是一大美女了，现在要挠花了，留了疤，10年之后变不成美女，你该恨我一辈子了。听话，咱不挠了啊！给你开2盒过敏药，1日3次，口服。孩子药量减半。依恋，我看看。天哪，怎么红成这样啊？痒不痒啊？大夫，这没什么事儿吧？没什么大事儿，就是对龙虾过敏了，吃2天药就退了。吃龙虾？谁让你吃龙虾了啊？是他让我吃的。你这么小年纪，怎么那么挑事儿呢？啊？谁让你带他去吃龙虾了？啊？不是我没想带。哎，行了，你们有什么事儿自己出去解决吧。哎，走，依恋。我这才离开多长时间呀？你就把依恋弄成这样了？不是，我这不是为了让他高兴吗？人1礼拜才回来1次，他说他想吃小龙虾，我能说不让他吃吗？我跟你嘱咐了3条，你都忘了？前2条记着呢，
第三条你说不准他吃小龙虾，你也没说清为什么他不能吃小龙虾呀？吃龙虾会变成龙虾。你听听。走，依恋。哎，你怎么还真生气了呀？我。哎，你不是说那姑娘挺漂亮吗？让我见见。嗨，别提了，不知道怎么跟你说，简单说吧啊，一大姑娘带一小姑娘，俩活祖宗，你知道吗？都快把我给整死了，我现在就剩半条命了，我。那小姑娘不是送幼儿园了吗？是啊，还剩一大祖宗呢。这大祖宗啊更可怕。得了吧你啊，那么漂亮一姑娘跟你住一屋里，逮谁偷着乐去吧。谁要想拿走乐去，谁拿走。要不是因为我们家老太太跟那儿顶着我，我早把她给赶出去。那倒也不敢。哎，你那钱怎么着啊？我跟我奶奶说好了啊，20万你想要，随时要，随时拿走。拉倒吧，我结婚用你奶奶钱，我以后怎么上你家去？那你这婚结不结啊？你说，其实抛开这钱不说，我觉得薛晶晶这人吧，其实还挺踏实的，而且还挺漂亮。那个，咱俩再骑一圈。走。你过得那么光鲜亮丽，怕是早已经把我忘了吧？哎，你才来啊？哎，招人。